癌症病人可以食啲咩，唔可以食啲咩？坊間有好多唔同嘅講法。有人話癌症病人唔可以食雞，唔可以食魚，甚至有人提出乜嘢都唔可以食，要餓死啲癌細胞。從幾個方面咧都知道就係話癌細胞咧係中意肉，癌症病人係唔應該食肉嘅。對於癌症病人嚟講，佢哋都係注重翻日常嘅均衡飲食啦，咁就唔會話有啲咩食物特別係唔食得啊，或者可能特別要求佢哋食多啲嘅。中醫嚟講，可能有啲食物啊，魚啊、瘦肉啊，或者蛋啊、奶類啊，適量嘅，又配合佢嘅體質之下咧，可以食嘅。坊間亦都有好多關於癌症食療嘅偏方同埋書籍，咁好似呢一本咁就鼓勵人哋食素嘅，呢一本呢就鼓勵人哋多啲食蘋果，而呢一本呢就話椰子油有防治癌症嘅功效。咁多種唔同嘅講法，咁癌症病人喺選擇飲食方面究竟有咩需要注意呢？將茅屋芝士加埋冷榨亞麻籽油，用攪拌機打埋一齊，就係其中一個偏方。布偉食療嚟自德國，嚴浩深信不疑，自己都跟足。佢話將呢兩樣食材打埋一齊，會產生一種水溶性蛋白質，可以令細胞回復健康。而癌症病人喺接受呢種食療期間，唔可以食肉、糖、雞蛋、咖啡同埋煎炸食物。佢改變咗你成個環境嘅時候咧，咁癌細胞佢唔可以生長啦，佢自不然就被呢個健康嘅細胞佢越嚟越強大噶嘛，佢咪將嗰個癌細胞食咗佢，消化咗屙咗佢出嚟，咁樣身體咪自然健康。服用布偉食療嘅時候咧係唔可以食肉嘅。點解唔可以食肉咧？根據好多方面嘅醫學嘅來源咧，都知道癌細胞係搶肉食嘅。如果肉入咗身體之後咧，普通嘅細胞係搶唔夠癌細胞嘅。從傳統醫學角度睇，呢種食療方法又有冇科學根據呢？如果講緊用一啲食療啦，或者頭先講緊嘅布偉食療咧，其實喺一個醫學嘅層面上面咧，就冇一啲好我哋叫做實證嘅醫學去證明佢有效或者可以殺死癌細胞嘅。咁所以呢個係冇乜科學根據。要完全唔食肉類啊，完全戒晒糖啊，戒晒啲碳水化合物咧，咁其實呢啲會令到病人身體好虛弱嘅。我都見過一啲病人咧嚟到咧唔見咗10幾公斤，咁我問佢原因，佢話因為戒口戒得好犀利。咁其實呢個好明顯令到佢身體更加弱咧，其實會適得其反嘅。從中醫嘅角度睇，芝士有養胃益氣嘅作用，而亞麻籽油就可以通便。中醫都好講平衡啦，即係凡為食療又好，體質又好，主要攞到個平衡。某一樣食物太過偏、太過多咧，都會損害身體嘅。坊間亦都有人提出飢餓法，話可以餓死啲癌細胞。不過營養師就唔認同呢一套理論。佢哋呢樣唔食嗰樣唔食嘅啦，咁其實佢哋會覺得可能用翻飢餓方法嘅，咁可能會餓死啲癌細胞嘅，咁但係其實嚟講呢係絕對冇呢個用處喺度嘅。咁因為其實如果你用飢餓嘅方法嚟講，咁其實日常嘅身體嘅正常運作都做唔到啦，都維持唔到健康啦。咁癌症病人到底可以食啲咩？選擇食物嘅時候又有咩要考慮呢？我哋就同營養師 Bernice 咧嚟到街市呢度，揾下究竟有咩食材咧適合癌症病人食噶。咁其實癌症病人咧，即係揀生果嘅時候有啲咩要注意？佢哋又食唔食得㗎啦？咁其實嚟講咧，咁佢哋揀生果嚟講，其實同一般健康飲食嘅模式都冇分別嘅啦。咁譬如嚟講，佢哋可以揀下橙啦，咁譬如橙一個豐富維他命 C 嘅食物啦。咁而且嚟講咧，佢哋我哋進食嘅時候，通常都會去咗皮嘅，咁可以減低咗可能一啲嘅細菌嘅感染嗰啲嘢啦。咁另外可能揀下蘋果啦，咁蘋果其實佢哋都有一個豐富嘅纖維喺入邊啦。咁同埋特別留意翻咧，如果佢哋可能做緊一個電療或者化療嘅時候咧，佢哋個白血球比較低嘅，進食蘋果記住去皮，減低個感染機會嘅。有啲咩生果咁舉啲例子，譬如就係話年期嗰啲係即係要盡量避免，例如邊一啲生果？咁嚟講咧，嗱，譬如而家嘅士多啤梨啊，或者車厘子咁嗰啲咧，好多時我哋進食嘅時候都唔會話特登去搣皮嘅。咁所以譬如特別做緊電療嘅時候、化療嘅時候啊，佢哋個白血球比較低嘅時候咧，就少啲進食呢啲食物啦。
有冇話有啲咩蔬菜係要避免食㗎？咁其實就冇特別嘅。咁最緊要係睇翻下佢哋，譬如做治療期間嘅，會唔會有一啲嘅可能要手術啦？咁可能佢哋做一個腸道嘅手術，咁佢哋有啲可能高纖維嘅蔬菜可能避免進食啦。又或者嚟講嘅，佢哋可能成日有啲胃氣脹嘅時候嘅。咁譬如胃氣脹嘅時候嘅話，你話對於譬如係西蘭花啊、薑啊、蒜頭啊，或者青紅椒啊嗰啲食物就盡量少啲食啦，因為佢哋比較滯氣嘅，咁令到佢哋可能會有成日個肚風嘅情況出現啦。好多病人就擔心咧，即係話雞有雌激素唔敢食啊。咁其實佢哋係咪真係唔應該食雞嘅咧？其實絕對唔需要擔心呢個問題嘅。咁因為香港嚟講咧，呢個打針雞已經冇晒呢個問題㗎啦。咁其實雞肉嚟講，只要我哋去皮啦、去脂肪，其實絕對係冇問題嘅。佢係一個高蛋白質嘅食物啦。咁你話對於可能傷口嘅回復啊，會有一個好好嘅改善嘅地方嘅。癌症病人可能因為接受化療嘅關係冇胃口食嘢，營養師就建議少食多餐。病人平時亦都可以整一啲營養豐富嘅小食，例如係營養奶、燉蛋或者係煎奄列等等。煮奄列嘅時候，可能加翻少少火腿啊，加啲芝士啊，加啲牛奶落去嘅話，咁可以更加令到嗰種食物個營養價值更加豐富嘅。咁譬如可能火腿嚟講有少少紅紅地色嘅話，咁蟹柳啊有少少紅紅地色嘅話呢，咁令到嗰個雞蛋嗰個顏色會更加靚少少咯。咁可以吸引到癌症病人，佢哋可以進食更加多嘅份量啦。咁油嚟講嘅話，其實佢係一個好豐富嘅熱量嚟講嘅。咁當然你話對於一個嘅癌症病人，因為佢哋可能啱啱要做完手術啦，佢哋需要更加多嘅熱量去補充翻嘅時候，咁適量嘅油分係一個好事嚟嘅，咁就唔需要話太過擔心話係咪淨係可能蒸嘅嘢食啊、烚嘅嘢食嘅。中醫亦都認同癌症病人並唔需要特別戒口，但要避免進食一啲肥膩同埋煎炸嘅食物。一般嚟講，越新鮮嘅食物，越有營養嘅食物，都會建議佢食用嘅。即係可能喺好多人有啲謬誤以為化療緊期間少食啲肉啦，肉唔好喎。咁但係好多人就戒晒啲肉類，以致到佢身體營養唔足夠啦。其實適當嘅蛋白質中醫嚟講，可能有啲食物魚啊、瘦肉啊，或者蛋啊、奶類啊，適量嘅，又配合佢嘅體質之下咧，可以食嘅。中醫亦都提倡用中藥材配合癌症治療，病人可以將中藥材加埋其他食材嚟煲湯，味道會好一啲。除咗可以最常見嘅，我哋會煲下湯水。咁都煲湯水嘅時候，譬如啲藥材加啲瘦肉或者加啲鯽魚等等落去煲啦。咁亦都可以配合加啲米落去煲粥，作為一個食療嘅調理，亦都係有幫助。而患有唔同癌症嘅病人，適合食用唔同嘅藥材，好似呢個咁，有黨參、北芪、淮山，可以補氣，適合一啲氣虛嘅病人，例如係腸癌同埋肺癌。至於呢一個淮山、合桃、慈實，就可以補腎，適合一啲患有腎癌、前列腺癌同埋小便比較頻密嘅病人。而田七同埋紅參就適合一啲晚期病人，有活血嘅功效。其實無論係癌症病人又好，健康嘅人都好，最重要都係均衡飲食，偏重任何一種食物，又或者乜嘢都唔食，對健康都冇好處。